大家好，我係葉師傅，翻到嚟加密放題嘅12生肖開運秘笈啦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講講屬牛嘅朋友。屬牛嘅朋友咧，今年咧幾好，因為有幾粒比較重要嘅吉星咧照住你嘅。有紫微啦、龍德啦、國印啦。紫微係等於權威啦，係一粒貴氣之星嚟嘅，代表有地位嘅人啦、能力強嘅人咧會留意你、提攜你、關照住你。龍德咧就係恩德同埋福澤之星嚟嘅，係象徵咧會有貴人扶持，或者有陣時你好似喺個困局入邊咧，好容易會柳暗花明嘅轉機出現嘅。國印咧就係權力、名銜、資格、專業地位有關嘅。咁如果你係公職人員或者係專業人士或者係管理層咧，咁今年搏上位咧係容易嘅。所以就算咧今年其實你害太歲，會帶嚟咗人際嘅摩擦啦、小人同埋一啲壓力啊，呢幾粒吉星咧都會時時刻刻喺關鍵嘅時候穩住你嘅命盤。所以咧就真係害太歲，唔使太擔心。咁我哋以下咧有少少攻略俾你哋睇下，可唔可以幫到大家再穩穩陣陣咁樣行運一年啊？我哋首先講講個旺位，今年嘅旺嘅方位咧係西北位啦、正西位啦、正南位啦同埋東南位嘅。西北位咧就係今年屬牛嘅偏財位嚟嘅。啱投資兼職或者額外收入呢一啲咁嘅運勢。你可以喺呢啲位置咧放一啲金蟬啊、水晶啊嘅擺設啊，你吸到嗰啲財氣嘅。正西位咧就係事業位嚟嘅，你想加人工、升職啊、穩定啊呢個方位咧，可以喺啲書台嗰度放一啲金屬嘅擺設啦，例如啲金屬嘅筆筒啦，或者係啲金屬嘅小擺件啦，可以加強你嘅執行力同埋呢個領導能力嘅。好啦，正南位咧就係貴人嘅方位。你想少啲是非多啲幫手咧，你可以喺個正南位度入手嘅。最簡單可以擺一啲屬鼠、屬蛇、屬雞嘅生肖擺設啊。呢一樣嘢咧係會提升到你嘅信任同埋貴人運嘅。另外東南位啦，可以幫你保持頭腦清醒同埋冷靜處事。你可以喺嗰度咧做一啲種一啲植物啦，或者係放一啲木嘅傢俬啦，都非常好。但係今年咧要避開一個正北位啦，呢個係歲破位嚟嘅。另外正南方咧又係太歲方，唔適合長期喺度瞓覺或者喺打一個臥室嘅擺設嘅。免得呢個氣場頂撞啊，令到情緒同健康唔係咁好，有啲起伏。我哋講一講顏色，屬牛咧五行係屬土嘅。2026年咧火氣咁旺咧，所以咧要用水去泄火，用金嚟到生土，用木去疏土，令到五行更加流動暢順。介紹下黃色啦，黃色係屬土，屬於牛嘅本命色，幫你打穩嘅根基，增強你嘅自信同埋財運啊！你可以得閒揀一啲紅色嘅圍巾啊、手袋啊、窗簾啊。另外就係黑色或者係深藍色啦，係屬水嘅，可以壓住啲火氣，令到是非少啦，人老公易暴躁啦。你可以用銀包啊，或者係一啲黑色外套啊、深藍色外套啊咁。另外就係白色同埋銀色啦，係屬金嘅，可以幫助你本身個土嘅，又可以提升貴人嘅運氣同埋決定能力嘅。你可以適合啲鞋啊、手錶啊、袋啊。另外綠色啦，綠色屬木，幫你疏通嗰啲土氣，令到你做嘢更加有活力嘅。我哋講講姻緣啦，單身咧可以用翻你之前嗰個正南位、貴人位同埋東南位啦。呢兩個方位咧可以多啲社交同埋睇下飯局，容易咧識到啲好嘅另一半嘅。呢隻方面咧，你可以用嗰啲黃色加白色加銀色嘅配搭啦，有氣質嘅，提升你個人嘅吸引力幾好嘅。最理想嘅配搭咧就係以黃色做主，再加白色啦。
咁咧形成咗咧土生金嘅格局。咁啊，對2026年全年有利嘅。咁我哋介紹少少飾物啦，幫你哋化解個害太歲啦。咁啊，有一啲專門針對害太歲嘅設計嘅五岳四神起合結。咁呢一種咧，我就可能香港可能有啲少賣，你可能要上一上國內啲網站去買嘅。咁啊，可以幫你化解嗰啲小人同埋改善人際嘅關係。咁啊，如果你有呢種飾物咧，咁你可以佩戴住佢嚟翻工啊、出街咁樣。另外咧，就有啲沉香嘅木手串啊，沉香木啦，可以攝火又可以生土，仲有咧安神摒氣、淨化磁場咯。咁如果你有陣時要傾到好重要嘅合作咧，可以帶住佢噶。另外就係金錢嘅擺件啦，最好話銅製嘅，放喺屋企嘅西北偏財位啦，咁就象徵住呢個招財進寶。不過就唔好對住廁所或者係比較寢室啊，平時得閒就 keep 得佢乾乾淨淨。另外咧，仲有啦，文節互歲嘅掛飾啦，蛇同雞都係屬於牛嘅三合貴人生肖嚟嘅。咁咧，如果帶呢啲靈蛇進祿吊墜咧，可以拉動你嘅貴人運嘅。咁文節咧就係2026年嘅太歲將軍嚟嘅。咁啊，將互歲掛飾咧，你掛喺依個門口或者床頭啦，咁可以幫你鎮宅擋煞同埋保平安嘅。創業咧，或者係高風險嘅投資咧，今年你要謹慎。嗱，2026年咧，呢個是非同埋財運咧有啲波動嘅，其實雖然係好啊，但係如果你想創業或者進行呢啲高風險嘅炒賣咧，建議你先對自己個風險做好評估，量力而為，唔好孤注一擲，唔好大刀闊斧咁樣亂衝。嗱，整體嚟講咧，2026年屬牛咧係穩定嘅，有發展嘅階級，可以慢慢咁樣累積你嘅經驗啊、工作啊。如果你配合啲好嘅方位、顏色同埋一啲小食物咧，自然可以化解害太歲帶俾你嘅阻滯，轉化為一年好沉實成長咁一年。咁當然啦，你亦都可以喺適當嘅時候去一去寺廟，去攝一攝太歲為自己，咁啊嚟得更加心安理得。好啦，我哋今日講屬牛嘅嚟到呢度啦，咁啊下一個生肖我哋再見啦，多謝晒你，拜拜。